樓啊，一折啊！哇，情況都相當虛厚啊！睇下呢邊先，哇，好厲害！可能會係先師有史以嚟最多人、最好生意嘅一日。呢一層好多人啊！而家上一上去樓上睇下會有咩情況先。作為西九龍中心先師嘅一個最後體驗啊，因為佢會租約期滿啦。結業經濟，結業都可以係一個經濟，刺激到一個經濟。哇！我從來都冇見過呢間先師可以咁多人嘅。嗰度有個好有趣嘅防水手機殼。但係都要160咁貴。我見到好多啲煲煲碟碟碗咧，都做緊大特價。哇！呢度就買2件95折，睇下啲嘢食有冇平到啦。睇就唔覺有平咗喎。我可能唔見你特別平啊！呢啲一樣價錢啫嘛。都 OK 嘅，10蚊。呢個10蚊罐幾抵啊！由於嘢食係冇乜特價嘅，所以都冇乜人。係1蚊一包，1蚊一包。我哋再向前睇下，租約期滿1件不留低至1折，究竟仲有啲咩先？但係見到大部分都係一啲比較可能比較適合女士多啲嘅食。最後嘅先師品牌，應該下次嚟嘅時候就冇咗㗎啦。